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22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因為 COVID-19 疫情影響，各行各業攏受到程度無同的衝擊。其中夜市攤商一停就是將近2個月。所以議員陳英丁佇總質詢，希望市府比較台北、環南市場的補助，以疏解因的困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到即擺已經超過2個月，各行各業攏受到影響。議員陳英丁透早市政總質詢，請市府除了有中央紓困方案以外，嘛會當增加其他的方案來協助市民渡過難關，包括夜市啊攤商，閣有托嬰甲幼稚園攏會當釋出，予市民有感的照顧相關政策。對此，市長黃惠特表示，會閣再討論方案來減少業者的損失。台北市是針對市場，但不管是夜市或者是菜市場，其實都是市場的攤商。而台南市的夜市不是被中央要求停業的，是在市政府認為有防疫需求下，我們去要求它停業，就如同台北市沒有補夜市啊，是如同我們紓困4.0的這個狀況以下，我們針對如果是被政府停業的那17類，其實有加碼的補助的方案。所以我們的攤商夜市攤商們就是認為說，
我们因为市长的防疫政策要求我们停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加码对他们的关心跟照顾，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停业期间市长对他们的关心，这个部分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也研拟一个方案？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财政规模不如台北市啊，但是我们有什么做法可以让这些摊商朋友可以实质的感受到市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北农的国菜市场是一天的营业的货数是1200多吨，是。那第2名的高雄市是只有83吨，是。那台南市这一天的营业的，以果菜市场来讲，就可能只有20-30吨，有相对的落差。因此大概规模只有40几分之一。那不管如何，毕竟您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思考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尤其夜市多半是在私人的土地上，或是用政府的道路。那如果用道路的部分是属于政府可以处理的，刚刚您有提到的。那如果是用私人的土地上，我们也会努力去跟地主或是摊主来沟通一下，看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的方式。我们也会去努力思考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他们感觉到说虽然是损失都损失了，但是不要损失那么多了。除了关心纾困补助，另外议员嘛关心伫台南市疫苗的施打率。议员表示，伫咱市疫苗注射率唔但是6都排名上尾，而且覆盖率嘛比全国平均搁较少1.5%。对此，卫生局长表示，主要是因为疫苗分配量的问题，因为台南市分配数量比其他的县市搁较少，即马敢若会当专案做册来送中央核准。市府甲议员嘛呼吁市民一定爱到预约平台来登记，因为即马中央看预约的人数来分配疫苗数量，所以要呼吁民众把握预约的期间来上网站登记，才会当赶紧来注射。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这算议员王景德的总职船首先为小型传统工厂请兵，因为因的工厂面积拢无大，无适应工厂管理辅导法，所以大多数拢是违章建筑。议员表示，伫找无适当的工厂用地之下，建议未来伫7个工区内提早规划。安南区经过这几冬的治水，最近渐渐看到成效。议员王景德首先感谢市府的努力。希望防疫期间嘛会注意这波的风台。接续议员嘛为一寡小型的传统产业工厂来请命。议员表示，因为小型的传统工厂伫咧找无适当的工厂用地，大部分拢是违章。因此，议员建议希望未来伫咧7个工业区会用咧规划小型的工厂用地。小坪数，咱迄个合法的工业区，无迄个小坪数的啦，一间拢几啊百坪，几啊百坪。按这传统的小型工厂因的员工头家娘，上个去请2个工啊，4、5个遮，你要叫伊租迄个4、500坪，也无法度，无法度，因就咪咪呀，今仔只互检举，伊就去刷伊别位，别位检举，伊就去刷别位，规工就是咧偷懒的你讲叫伊收工莫做，你要食啥？这足现实的啦所以讲。伫即个情形下我想咱市政府毋知有意想到即点无？所以只我拢建议未来咱即个7个工业区的规划，即个面积会当朝有一寡，咱拢有一部分会当承租嘛，对不对？跟议员报告谢谢议员。以这个我们七股工业区的部分呢，我们特别规划了10%的产业用地有将近10公顷的这样的一个面积，来作为只租不售这样的一个作为了对。那刚刚议员其实非常仔细的观察到对传产这个部分碰到的问题，确实正如议员所说，我们很多的工厂它比较不像那个大型的工厂，它需要比如说400坪、500坪的部分。所以，因为旧的工业区所规范里面它没有办法用联合承揽的方法。未来我们在七股工业区的时候，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相关公告，我们会提送到委员会去讨论，未来是不是有可能用所谓的联合承揽，或在同一个基地里面，它可能有2到3家厂商。对。那当然，这个一定还是要经过入园申取。因为这个入园申请的部分是牵涉到它的行业的业种别的部分，是不是有符合相关的环评规定，还有当初工业区里面在报编程序里面的业种别。
接续议员嘛关心兴德树种植的品种是毋是适合来提出讨论。议员以安中路一段为例，因为橡胶树容易来串根，进前有刷除部分，现在情形也是同款。对此，市府工务局回应，市府有编的预算，请专家来检测，未来兴德树的种植会以深根、袂串根，以及较袂得病的树种为考量。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根据了解，六都当中只有台南无体育馆，所以议员杨忠成拄来询问市长黄伟铁林来到拍算进一步规划。另外，伊嘛关心关庙区八场的进度，要求市府要尽速完成，唔通只是纸上谈兵。杨忠成议员伫咧7月22号质询中向市府表示，有真侪县市拢有家己的地方代表体育馆，台南市新计划六都之一煞伫咧六都当中敢若有阮无。针对议题，请市长表示未来敢会伫台南建置一座代表台南的体育馆。市长表示，针对这个部分，不管未来家己是毋是继续连任，拢会甲体育馆建设写入去计划当中，同时嘛会努力来为台南的市民争取。要伫你的连任的任内。讲下一个大愿，讲台南市过去咱一个计划伫东区要一个小巨蛋。那么我相信，我有看到咱东区的议员提出质询，无得无伊啊，你敢会当赶紧搁想一个办法？就是我所讲，市长你有想要承诺一个，伫你要连任的路上，会当来承诺来建一座台南市体育馆的。杨议员，我先甲你讲答案啦。连任无连任，迄是毋知啦。但是规划无规划是即时就会当开始想啦。哦，你知影我意思？就算讲无连任，咱哦做规划，后一任市长，伊嘛会照即个规划落去继续执行。除非伊心内讲无要爱一个体育馆。我甲你讲到这的意思就是讲，我想要爱有一个体育馆。议员嘛关心为伫咧关庙区建置新靶场的规划进度，希望台南未来除了有家己的体育馆以外，嘛会当赶紧完成新靶场的搬迁，因为目前体育场的靶场已经无适合去使用，呼吁市府会当赶紧完成计划，甲关庙区的场地甲建造起来，嘛方便伫咧2冬后全中运有场地会当提供比赛来使用。另外，针对河头溪种地的问题，嘛要呼吁市府，希望市府会当安排伫未来3年到5年的时间来完成种地，一方面会当替地解决顶游污染的问题，嘛会当幸福农民一个清气的灌溉用水。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疫情当中，国民党主席江启臣22号南下台南，小听议员嘉龙界等团体所发送防疫爱心便当的行动。会动会表示，真侪人因为疫情3顿拢食袂饱，要求政府纾困救急，甲振兴消费拢该同齐进行。22号我中昼来到安南区海淀路2段，已经客满单领便当的人潮。根据了解，真侪拢是因为疫情失业，或者是原本3顿就歹过弱势。为了照顾这群艰苦人，议员嘉龙界甲执行长董小云延续进前的爱心便当。对今仔开始，伫赤坎文教基金会小厅，不管是甲店家注文现成的，或者是民众捐献食材，现场由杜子师现煮志工现包烧烫烫的便当，将再次发送5天，预计有1万个。所以现场我们有另外厨师执照的一群朋友，他们也做现场的便当。你也伫遮看的吼，种。较艰苦困难，大家我知影，大家无法度无方便，你就来阮就会处理啦吼，就大家尽量嘛做偌济算偌济，这是阮的目的。那没有办法让大家说很宽裕，可是度过一个最困难的一个小关头。那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那政府呢，赶快让整个经济复苏。那我也在乎一下，黄伟哲市长跟我都觉得现在需要花这个5000块的振兴券，大家落来呢，加减掏一下手头啊，那么。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特别南下，伫市党部注意顶人陪同来替爱心团队加油打气。
感谢所有志工伫台湾上需要的时阵徛出来斗3工，会中伊嘛一送便当互民众，每一工拢2000位左右，依照参更指定的时间来领。主席强调，纾困应该爱当救急，同时甲振兴消费同齐进行。台南应该是有这么丰富的文化，也是一个观光胜地哦。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以来生意店家的生意可以说一落千丈了过去迄老嘅嘛嘛拢看无啦所以会讲大家受影响真大所以今仔日来台南嘛是一方面我们赤坎文教基金会跟我们地方党部大家共同来举办一个爱心便当的活动那关怀我们的基层跟关怀的弱势。除了地方爱心，国民党中央党部嘛发起爱心大用餐，每一天预计提供1万份的餐点，民众若需要会当向提供大用餐的合作店家领取，唔免任何证明，有任何无清楚，咪当向党部来询问。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这波疫情，台南旅馆餐饮业备受冲击，所以市府为了因应解封以后，后边将甲旅客会当安心伫店内用餐。观光旅游局率先全国推出防疫安心标章，希望业者拥有申请认证，共同来迎接疫情降级以后的观光商机。来到4星级饭店，除了入口上基本的实验制、消毒、加量体温等防疫管制，也有一套旅客会当自助式 check in 的设备，嘛是减少接触的防疫作为。你随着台南市旅馆工会理事长的脚步，会当看到目前虽然无法度伫店内用餐，不过为了因应疫情降级，甲有条件开放以后。饭店不管西餐还是火锅，早就做好架帮，适合安全距离。甚至日后餐点会有专人服务硬菜等万全的准备。业者表示，一直以来拢全力配合市府的辅导认证，做回来拼观光。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太敢出来用餐，尤其是内用这一块。但是呢，我们台南市政府其实从去年我们就推出安心住宿、安心餐厅，就是说一直在防疫这块我们都做得相当好。所以这次我们管理局还有我们工会推出这一个标章的认证，就是说进一步的把一些防疫措施做得更彻底，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安心。第一个能够来我们旅馆的餐厅里面用餐，那也希望这样能够提升住宿的意愿。那让我们这个旅游产业复苏的快一些。为了拼观光，台南延续去年疫情初期所推出的安心餐厅加安心旅馆，今年再次率先全国要推出加强版的防疫安心标章。观光旅局嘛邀集旅馆、民宿等相关代表来签署表达支持。邀请到我们3个工会的一个工协会的理事长因为我们这个防疫安心标章的一个安心内用的一个认证计划我们其实也希望说早日来启动那启动的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业者在这之前我们做了蛮多的协商他们也很支持跟认同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透过从旅宿业里面的餐饮开始先做，让民众可以有一个安心防疫的一个旅游的环境那所以当然这5星就是实在安心、住宿贴心、游玩开心、购物暖心跟行很放心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在执行所谓的观光旅游一个安心旅游环境营造的一个重点。为了帮助旅馆业者渡过难关，迎接解封的热潮，市府伫有限的资源，由原推出防疫补助，依照客房数的最少，上济补助到8万块。政府甲民间合作加强防疫，
就是要互来台南大房甲餐饮拢会当安心。台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看准电竞游戏对着少年人的吸引力，甲周边庞大的市场经济，所以远东科技大学成立了多媒体甲游戏发展管理系。历届系伫歇热期间，除了设计三学合作比赛，同时嘛要做公益来帮助台南种山野的农家。远东科技大学积极推动电竞教育，伫暑假嘛推出微学分课程，邀请学校电竞队、企业家以及防疫伫厝内学生做伙伫线顶开战。伫学校所有人总办成绝地求生游戏活动，增加现场战斗气氛。特别是，这不只是一场比赛，嘛希望做公益，也就是用输的分数来捐赠山野当作奖品，输愈济就捐愈济。所以最后调工输的企业家吴新柔，伫学校副主任陪同两个人前往弱势农家来亲自采买，把呼吁民众小停当钓时的山野。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故意输的比赛，但要赢那么厉害跟专业的选手，实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本次活动是要告诉大家，台南芒果的季节已经开始。疫情期间，请大家多关注跟照顾台南的学子与农民。台南玉井跟南化的芒果香甜又肥美，多吃水果有益健康哦。各位好啊，我们今天来到玉井买芒果哈，那这个是我们班同学雅婷家种的芒果。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哈，目前的这个销售哈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芒果拿来当成这个电竞赛的一个奖品？好，那我们打这个绝地求生，好，那其实这些芒果农哈，在这一阵子也都在求生呐哈。我们非常高兴企业响应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这款电竞游戏创新的三学合作来做爱心，嘛让农家的学生相当感动。我读电竞系很骄傲，然后也很谢谢老师办这次的活动，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推广我们家的芒果这样子，然后也希望大家吃到我们的芒果可以很快乐、很幸福这样，谢谢你们。远东科技大学表示，电竞游戏嘛是另外一种形态运动精神。这回疫情期间，让学生伫厝内耍电动，除了有学分，也阁有机会做爱心，一举数得。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你们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地将准好，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